做 SEN 單親媽媽係咪注定得疲倦同自我懷疑？Hello，我係呢座森林嘅守護者。呢座森林喺無數個混亂、疲倦同自我懷疑嘅日與夜。身為太陽命座嘅女子，喺陪伴女女成長嘅路上睇見星光。我選擇用圖畫記錄日常，揾返屬於自己嘅節奏與療癒。呢座小森林唔係為咗展示完美嘅教學，只分享最真實嘅節奏。你哋平時用咩方法令自己放鬆呢？歡迎你哋一齊走進呢片森林，留言話我知啦。